一透早来到意在金社的外面，就会使看到有真侪学生当咧热身，因拢是来参加即届由教育局举办的马拉松接力班级对抗赛的选手。即届的赛事将由每一队16位选手，一个人完成800公尺。除了考验学生的体能，也是班级团结的挑战。即届大约有1800名的学生报名参加，分做各中小学甲无同年级来比赛。19号上午，盛大来登场，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并主持开赛仪式。市长除了鼓励选手爱加油，也肯定这个赛事的意义，也希望接下来会使有更较侪学校甲学生来参加。第一个蛮趣味的，第二个又有这种竞争的概念。那一个同学大概跑800公尺，然后这个一棒接一棒，总共要跑12.6公里，16个人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而且是每一班几乎每个人都跑得到，除了身体比较稍微有点状况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跑得到。那一方面是这个培养这个班级之间同学的感情，而且大家通力合作完成一件事。另外一个部分是班级之间的竞争，我觉得也是良性的竞争，所以这个部分有寓教于乐的意味。我们也希望大家同学之间跑出开心，也跑出健康。希望说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再办类似的这样的对于学童体适能有帮助的，对于这个普利有帮助的，希望大家都一起来。教育局长郑兴辉表示，这个比赛结合教育部体育署大跑步计划甲体适能的检测，也以着趣味好耍的方式来呈现体适能的数据甲成果，甲过去知识化的检测无同。同时，比赛的场地结合古迹，也充满台南的特色。同时，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体育处也伫每100公尺就安排裁判甲指讲，让学生伫安全的环境来运动，留下特别的回忆。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